从小，爸妈带我吃过太多好吃的高级餐厅，没想到最让我喜欢的，是在那间不起眼的小吃店，喝到那碗简单又温暖的蛋花汤。是它，让我不再觉得寂寞。别光，先擦一下吧，不要感冒了。需要换衣服给你吗？没关系，那我去帮你煮一点热的。嗯。汤。你怎么了？汤太烫了。那我帮你换一个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很好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吸血鬼不吃辣吗？因为它是不辣的。这好像没那么好笑。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我是2年5班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启章。蛮好吃的。好吃就好，多吃一点。
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哦，不会了。今天的事可以帮我保密吗？没问题，一定会。要不要我送你？我有车子。高尔生怎么能骑机车？我已经满18了。高中重考过1年。我还是自己轿车就好。哦。你们家这边怎么都叫不到车？我载你啊。可是我没有坐过机车哎。放心啦，我技术很好。我帮你扣。这样会不会太紧？今天都还没机会跟你说生日快乐。等我一下。你看那个阿北，速度都比我们快了啦。我可以紧张啊，除了我妈，其他人都没在过。哦，还行啦。我觉得你骑得挺好的啊。哎，等下怎么走啊？前面右转。啊？前面路口右转。有没有怎样？你没事吧？干嘛？对啊。怎样？你的眼镜。你终于笑了。真的很好笑啊！想到今天这么狼狈，居然是跟你。现在几点了？怎么了 ？Not again。怎么了啦？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念。生日连休息放松的时间都不行哦。没办法啦，哪有时间放松？我不能让我爸妈失望，尤其是我爸。如果能就这样赖着，该有多好。